早上吃皮塔面包，皮塔面包是我新发现的一种中东风味儿的发面饼。我配了墨西哥的沙沙酱，用番茄、洋葱、青椒、香菜、柠檬汁儿调味儿。这个早上吃很爽口，配上牛肉非常好，夹在饼里。我还用空气炸锅同时炸了薯条，呃，华氏400度烤1分钟，皮塔饼就会很松软。牛肉在锅里少放点油，炒熟，煎到焦香。皮塔饼烤好了，一切两半，它中间就是分层的，正好就是像肉夹馍的馍一样。把这些肉啊、菜啊卷进去，配上点酸奶油、咖啡、薯条，这就是早上丰盛的肉夹馍。